云竹还真没骗我，每天洗5桶衣服，这任务也太艰巨了吧！您的新手任务是找到可攻略对象，并达成恋爱结局。我还是赶紧想办法去完成恋爱攻略任务吧。哎，云竹，我今天有点事儿，所以明天再陪你洗啊。哎，小贾，你又要去哪儿啊？这天都快黑了，我们还好多衣服没洗完，到时候苏嬷嬷又要责罚我们了。你先别着急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哦，咱们不是还有好多衣服没送完吗？等我送完，我就过来找你，好吧？那你快去快回啊。嗯。是他。停下吧，殿下，可是这曲子不好听。这个声音不是我想要的。可是这是您最喜欢的曲子啊。我现在不喜欢，我们走吧。别走啊！快想想，这时候男女主的故事一般怎么开始的？哎呀！你！刺激可行。哎呀！殿下，还真是你呀！你先下去吧。奴婢告退。给皇子是这样行礼啊？你刚刚是故意的吧？奴婢出身贫苦，没见过什么大世面，刚刚一不小心冲撞了殿下，还请殿下原谅。昨夜那场大火没烧死你，你命还真大。那不是多亏了殿下您出手相救，奴婢才保过一命，谢殿下救命之恩。那你说说吧，要如何谢我？殿下想要我怎么谢啊？身外之物我不在乎，常人有的我皆有，你能给我什么？他似乎对曲艺有兴趣。哎，不如奴婢给殿下说上一段书吧。说书好，我喜欢听说书。那你要说的不好，我就赏你20大板。哼，那么多相声，我可不是白听的。7. 关键剧情处，请在系统提示下做出选择。这时候你倒是冒出来了，而且这都是哪门子草草无厘头的选项？外国童话、中国童话、美国大片，给一个古代皇子讲这些，他能听懂吗？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。说书要想很久吗？这倒是和我的经历有点类似。今天呢，我要讲的是一个西域修行之人的故事。这个修行之人呢，无意中拿到了一本秘籍，名字叫做《盗梦》。这陀螺摇摇欲坠之势，不知何时能停下来。那修行之人可否走出梦境，又什么时候能回家呢？这一切不得而知。走出梦境。不知殿下对我这说书的内容可否满意，能不能入您的耳？你说的我很满意，你的报答我收下了。谢殿下。您若还想听，我还可以跟您讲，我这儿的故事很多，保证跌宕起伏，精彩绝伦。好啊。哇，这游戏可以啊，这么撩，设计师挺有套路的。就是不知道那些衣服是哪位大人的，恐怕明日穿不上喽。
今日我就不打扰殿下了，回头再找殿下啊。奴婢告退。白雪公主、葫芦兄弟、盗梦空间。禽兽，禽兽，禽兽，在呢，亲。你告诉我，刚刚那个选项是怎么回事？白雪公主，你们策划是幼儿园毕业的吧？这都是为了给你增加游戏乐趣所在呢。生活如此美妙，我绝对不能暴躁，怎么能跟一个 AI 计较呢？所以那个 bug 解决了吗？主要是这个 bug 的情况不明，我也无法给出你准确的修复时间。那你让我怎么办啊？我这边是建议您呢，通过完成游戏任务正常退出游戏。再次强调，追光纪元是为了追求媲美真实的体验。但是，在系统修复之前，读档机会一旦用完，您的任何危险行为对现实的本体都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。什么意思啊？比如丧失活动意志，陷入深度昏迷，变成植物人。那我要是在这个游戏里意外死亡呢？那就永远死亡。亲，我这边倒是建议您珍爱生命，谨慎游戏，努力完成任务。小云到底在哪儿？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来？是不是因为那个什么 bug？哪个玩家会为了任务把命丢了呀？如果你要是觉得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犯，你就应该回到现实生活中，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进行维权。我哪儿回得去啊我？当然能，加油啊！禽兽！禽兽，你等等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大爷，大爷，银我给你弄回来了。哎，你看，他这个手臂上有烫伤，估计就是为了遮盖青莲帮的标记。青莲帮拿了我们的钱，办事一向稳妥，他们怎么会找这个小丫头？唤醒他。哎，好，哎，醒醒，醒醒！没想到一介娇弱女子，行事竟如此大胆，连太子文渊阁都敢烧。哎，等等，我没有放火，你怎么冤枉好人呢？青莲在线。什么呀？姑娘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文渊阁的火是不是你放的？哎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杀人放火的事我真的没做过。那既然不承认的话，什么情况？要死啊！我不是主角。你怎么又乱杀人了？我看他不是我们要找的人，我就给他杀掉了，是不是啊，大爷？就这么点本事，你早点回家吧。